因為我平時返工都要對客嘅，所以黑眼圈或者眼紋咧都會影響到我嘅工作㗎。平時成日都會俾人問我係咪唔夠精神，所以咧今次終於嚟咗 FaceMoa 做一個最新嘅眼袋窗療程，一次過解決返我黑眼圈啦同埋眼紋嘅問題。FaceMoa 專業美容團隊好細心咁了解我嘅皮膚需要，佢哋先為我進行獨家360度膚質量定系統，數據化了解我嘅皮膚狀況。通過專業嘅皮膚分析，直接根據眼周肌膚嘅乾燥程度、細紋嘅狀況、皮膚色素等，直接了解自身黑眼圈嘅類型，繼而制定最適合我嘅個人化醫學美容方案。治療師根據數據分析，好快就推介咗我做最新第5代 BTL 眼袋窗療程。FaceMoa 肌膚重新中心作為最專業嘅去眼袋黑眼圈專家，除咗率先引入最先進嘅眼袋窗儀器外，更配合獨家不外傳嘅操作手法。無論係療程嘅專業性、安全性、效果同埋服務水準，都係全港最頂尖，屢獲好評。成個過程都好舒服，熱熱地唔會痛，好似幫對眼做緊按摩咁。療程後即時見到黑眼圈淡咗，眼底細咗，眼紋淺咗，連水腫都退埋。加上最新 BTL 眼袋窗療程可以增加膠原蛋白47%，仲係全球第一個可以令到皮膚自己增生224%透明質酸嘅療程，即時 pop up 翻眼肌。如果你都有眼部問題困擾嘅你，都快啲試下 FaceMoa 最新 BTL 眼袋窗療程。FaceMoa 而家做緊限時體驗，優惠價只需要480蚊就可以解決眼袋、黑眼圈，仲諗啲咩啊？快啲嚟登記啦！